号？1号明白。2号2号明白。10、9、8、7、6、5、4、3、2、1，点火！喷流稳定，主燃料包正常。混合状态好，振动正常。主功率倒数3、2、1，停！试车成功，各单元收集监测数据，等你会总后上传。成型。好久没训练了，就不去什么半马了，重在参与，走吧。下班了，陈鑫，不回去吗？哦，马上，我东西还没做完，你们先走吧。嗯，拜拜。请进。徐总，你有空吗？哦，小程啊，还没回家呀？徐总，是这样的，关于咱们院未来的研发规划，我有个提议，这是我整理的材料。你说。现在我们的研发重点都在近地空间站和登月，但人家三体人是从4光年外打过来的，我们只在家门口做防御，这是不是太危险了一些？直接说你的想法吧。三体危机以后，火箭动力这块资金多了不少，有条件的都可以做。我觉得，化学火箭发展潜力毕竟有限，咱们院也是国内龙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无公制推进方面的研究？无公制推进，有成熟的案例吗？案例没有，不过现在有一些论文我都放在材料中了。没有案例，那国际上有确定的研究方向吗？还没有，但是现在有不少人都在研究。那我们就还是要从基础做起。小程啊，因为这个三体危机，咱们航天口突然从边缘变成热门，资源是多了，但研发压力反而更大了。咱们院这会儿怎么也分不出精力去搞无公制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但人类不可能一直待在地球上。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那这样，材料先放我这儿，我得空看一下。你先下班回家吧，啊。徐总，在错误的方向是停止就等于前进。程鑫，你先回吧。好的。谢谢医生。
检查结果出来了，大夫说希望不大。我还是回家吧，不治了。往后要继续治更贵，家里钱也不多了。你身体也不好，我姐买房子也需要钱，不能买房子。房子卖了，你和我姐一家人住哪儿？我知道了。那这个月医疗费单子，我一会儿发给你。我知道的。你也要注意休息。我知道。我知道。拜拜。成功，你是真的要走啊？这不待的挺好的吗？你看咱这儿待遇也不错，这火箭行业未来都是刚需，前景多棒啊！为啥突然要走啊？不开心啊？没，只是感觉火箭在未来的作用不大吧。我还是想做一些对人类未来更用得上的事。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准备去 PIA 做航天技术助理，那边正在推一些前沿探索。啊？去 PIA 干啥？做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技术规划中心主任的航天技术助理。哇，厉害啊，名头很响啊，听起来是不错，可国外人生地不熟的，我劝你再好好想想哦。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下次来纽约找我，我请你吃饭。我走啦。这个雕塑是联合国造的，抓紧时间，400年太久，只争朝夕啊！谢谢。有人吗？我是来报道的。你是谁？您好，我是新来报道的航天技术助理。航天技术助理？我不需要什么航天技术助理。你在航天系统待了多久？之前研究过4年的火箭发动机。4年？我干了14年的火箭发动机。
航天这行缺的是资金，是钱，结果现在各国都在使劲给我这里塞人，真是……不好意思，我失态了。我是米哈伊尔·瓦季姆，你是？你好，瓦季姆主任，我是程心，之前在中国的长征火箭研发中做发动机设计师。前辈，您之前也在航天系统？在上个世纪，我们国家还叫苏联的时候，我就参加过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设计。可惜，暴风雪，我一直想去拜科努尔朝圣，想亲眼看看他们。没记错的话，那里还有2架吧？残骸而已，没什么好看的，跟上世纪那些野心勃勃的航天计划一样，都没了。但是现在有了三体危机，我们需要更激进一些的计划。只靠常规火箭，我们毫无胜算。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哦，那你来对地方了。咱们局长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办公室就在楼上，你去见见他吧。但你要小心点儿，他有点儿怪。好的。进。局长好，我是今天来报道的航天技术助理，我叫程心。那没事，我就先回去了，以后请多指教。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你说什么？谢谢，忙你的事儿去吧。这是我们情报行业的一句老话，他是说，地球上只有我们这行是以欺骗和背叛为核心的，你们外行人可能会很不适应。可我们是直接面对三体世界的，这不是传统的情报工作。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放心，我会帮你适应的。哎呀，你拿回去吧，拿回去给孩子吃啊！你跟我客气什么呢？那孩子有的是东西吃。我这也吃不完，留着就坏了。吃就吃了了，这东西不容易坏。我真是觉得不好意思。留着吧啊，留着。好，我走了啊，好好养病。谢谢啊，慢走啊。哎，太多了，真是也吃不了多久了。哎。小云呐，过来，帮我吃点，快！啊，我不用了，我自己也吃不完，最后也都放坏了。那，就算谢谢你前阵子教我用那个鼠标。老这么吃您的，挺不好意思的。嗨，就一点东西，你家里人怎么不来啊？都在外地啊？小云呐，我打算提前走了。出院？不是，安乐。你怎么想到这一步？儿女都挺孝顺的。正因为他们孝顺，
我才这么打算。再拖下去，他们就敢买房了。最后也还是没治。对儿女孙子，我总得有点责任心呢。看新闻什么的，外星人也要来了，那呀，得留点家底给他们呐。你说这外星人？李先生，您确定接受安乐死药物注射吗？是的。注射药物后，您的死亡将不可逆转。我确定要这么做。谢谢你啊。您看得清屏幕上的字吗？能的，我看得清。您会使用鼠标吗？不会的话。会的，会的。前阵子特意学的。后面屏幕上会显示问题，您按照提示选择回答就好。好。那按照您的要求，我就离开了。有需要请喊我，我就在门外。好。再见，李先生。再见。谢谢你照顾我。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是，请按3键；否，请按0键。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是，请按5键；否，请按0键。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是，请按1键；否，请按0键。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是，请按2键；否，请按0键。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这是最后一次提示。是，请按4键；否，请按0键。没有一点痛苦。镇静剂先使人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在无意识下心脏停搏，也就20-30秒的事儿。张大夫，你认识我姐姐吧？哦，是。高中同学，小时候我还见过你2次呢。请问，你是？天明，你还好吧？这300万是我欠你的人情，你收好。胡文。